现代台语版圣经利未記第8章設立祭司，上主吩咐摩西講：得着帶阿倫甲伊的囝來我遮，嘛帶禮服湯抹的聖油、贖罪祭的牛犅一隻，甲綿羊犅2隻，無甲餅一拿來，閣調集全體會眾來會幕門口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做，會眾就聚集佇會幕門口。摩西甲會眾講：下面是上主命令咱着做的事。摩西帶阿倫甲伊的囝來，用水甲因洗。摩西甲阿倫穿內袍，下腰帶穿外袍，踏以弗得，將用機卡的手路織的以弗得的帶甲伊下，甲以弗得綁佇伊的身軀，閣甲伊踏兄弟，將烏靈甲土明下佇兄弟內面，甲伊佇禮帽的頂面安金牌，互禮帽成做聖帽。摩西攏照上主的命令安尼做。摩西用湯抹的聖油抹會幕甲內面所有的器具，甲因分別做聖。閣用迄個油澆祭壇的頂面7遍，抹祭壇甲伊所有的器具、洗湯的盆甲盆座，甲因分別做聖。閣用聖油倒佇阿倫的頭殼頂，甲伊按立分別做聖。摩西帶阿倫的囝來，甲因穿內袍，下腰帶，包頭巾。摩西攏照上主的命令安尼做。摩西牽贖罪祭的牛犅來，阿倫甲伊的囝換手佇迄隻牛犅的頭殼，摩西就刣迄隻牛，然後用指頭運血抹佇祭壇頂面4支翹起來的角，互壇清氣。將剩的血倒佇祭壇骹分別做聖，甲伊潔淨。摩西閣將牛犅腹內所有的油、乾的網絲、2粒藥子以及藥子頂面的油，攏下佇壇頂燒。牛犅的皮、肉甲脯，伊攏帶出去營外燒。摩西攏照上主的命令安尼做。摩西牽燒化祭的綿羊犅來，阿倫甲伊的囝換手佇迄隻綿羊犅的頭殼，摩西就刣迄隻羊犅，將羊的血澆佇祭壇四周圍，甲羊切一塊一塊，將頭甲規塊的肉以及油攏摕去燒。伊閣甲腹內甲腿用水洗清氣，將規隻羊下佇祭壇頂燒，這是燒化祭，是用火燒獻予上主芳芳的祭物。摩西攏照上主的命令做。摩西閣牽第2隻綿羊犅來，做祭司受職禮的路用。阿倫甲伊的囝換手佇羊的頭殼，摩西就刣迄隻羊犅，摕一寡血抹佇阿倫正面的耳珠。閣抹佇伊正手甲正骹的大頭母，伊閣帶阿倫的囝來，用一寡血抹佇因正面的耳珠、正手甲正骹的大頭母，然後將剩的血澆佇祭壇的四周圍。伊閣取油肥的尾，腹內的油、乾的網絲、2粒腰子甲腰子的油，以及正腿。閣對迄骹下佇上主面前，塊無甲餅的籃，摕一塊無甲餅、一塊攪油的餅，甲一塊薄餅，下佇油甲正平大腿的頂面。摩西將這個下佇阿倫甲伊遐個囝的手，互因佇上主的面前搖搖咧做祭物。摩西對因的手接過來，下佇壇頂燒化祭的頂面燒，這是佇受職禮用火燒獻予上主芳芳的祭物。摩西摕羊的胸坎肉佇上主的面前搖搖咧做祭物，這是受職禮的羊的中間，摩西應得的份額。摩西攏照上主的命令做。摩西摕湯抹的聖油甲一寡
坛顶的火，烧伫阿伦甲伊的囝以及因的衫，甲因甲因的衫分别做成。摩西对阿伦甲伊的囝讲：恁着照上主的命令，伫会幕的入口煮食的肉，甲祭司受祭礼拿来的饼伫遐做伙食。食剩的肉甲饼，恁着烧掉。伫7日久，拢毋通离开会幕，直到恁受祭礼的日期满。因为受祭礼需要7日，恁今仔日所做是照上主的命令，为着要甲恁赎罪。7日久，恁着留伫会幕入口，每日拢伫遐遵守上主的命令，恁才免死。上主安尼命令我。阿伦甲伊的囝就遵行上主通过摩西予因的命令。